洒的世界，无人袂懂。你记得吗？你记得吗？该秋天甜春的西路，紧行紧冲过，该紧往西日头下，紧往西日，该紧往西日头下，变你的歌。袂唔记得路，袂唔记得路，该梦想像染风的山头，行呀行。我想睡梦。这个，唔系啦，戆骨啊！今后呢，都冇快睇，是对冇啊？当然做对啊，戆骨，让你告诉啦。顾阿妹，你唔好浪费好你。都得拿准一个我垃圾食啊！算聪明。林志勇，你不进教室还在做什么？哦，顾阿米就很荒雅些啦。报告。进来。先生，你拿作业本来嘞。什么呢？等一下，去查妹。聊一段时间，你还好吗？还好啦。正经的，先生请担心。先生，你唔好担心啦。我阿爸当坚强，已经去做生嘞。佢前头马该工作。佢因为娘家，佢去做生，去做路啦。先生，你唔好艰苦啦。我阿爸讲，佢也无怪你啊。爱弟，请你老佮讲，改片查验，一直爱转去转去，等来牙所转来，我一定要帮忙佮讨回公道。了摆，我唔要表态，请你相信我。安尼爱天啊，掠走路哦，修路命哦。哎，老哥。看太阳去在干不干哦？去太阳，现在太阳干唔得咯。那俩松树去种茶的，等下烧了俩去长路。老哥啊，你想我大川多少钱嘛？
稻春年前马上无想啊，不过老人讲哦，唔睇唔抢哦。当然是最近的事情啊。我有一个朋友包了一桶商业新的太阳，也个工厂呢吼，伊也动欠伊，薪水迄里面的2批，唔去唔去，一句话，迄爱去的话，实地人来讲，工钱多2批啊，伫哪位啊？伫高雄，高雄啊，痛厌呢。哪还有本伊托的，做唔做一句话，还请同伊抢呢，去做，我看有2个细人去晓，省来满意的。假使来去做生，我生意呢，马上照顾啊。跟人自家要安排好啊。你想看啊啦？迄有几天呢，让人来讲。你如果把这个赛车的车道往中间放呢，因为这比例有点不太对哈。如果你到时候有机会参加比赛，你要注意你画的格局跟比例哦哈。把这边这样移过来，画面中间啊，来。林志宏，为什么不画？老师，我画不出来。老师，我该怎么办才好？你继续画画，快点。林志宏。林志宏，我带你出去走一走，好不好？来。林志宏，喝个饮料，放轻松一点啊。谢谢老师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因为压力太大画不出来啊？老师其实以前也会这样哎，可是后来我发现，我只要画不出来，我就会出去走一走，反而会有灵感。现在呢，有没有觉得好一点？还是没有啊？那就伤脑筋了。老师问你哦，平常你想画画的时候，心里都想些什么？真的要讲吗？是啊，而且你要告诉我实话，老师才能够帮你嘛。我都在想古阿敏。想古阿敏？我都在想，我要画得比他好，我一定要赢他。我知道怎么帮你了，来。阿爸，阿明啊，你有没有落点位呢？啊？我想唔出来，爸妈该做送表啊。古嫂出来查验看看呐。阿爸，你要当上验查验吼？当然想啊，遐查验吼，迄个老爷妹哦，辛苦建立起来的心气。你下看到无样去插去，我的心肚同艰苦的。阿爸，你唔好艰苦啦，你们下年已经当家，就要再搁做来查验的啊。希望迄按样啦。啊，错啊！如果买东西发唔出来啊，你老爱讲，我老你天数上啊。你不会发魔啊？你迄爱强诶，你会挖爱就唔会挖啊。跟你发本来看看呐。好，
来，阿爸，今日要帮忙嘅东西啊？够无济，靠眼啊！还要帮忙个东西嘞。哦，来发一条纱。阿爸，当得人强诶。有嘛个好强诶？印尼的茶叶有少了哈，就表示印尼的茶叶某些药诶，古时记得啊，怎个落料味啊？哦。对嘛哈？来，发纱。吴老师，你要来这边做什么啊？我来让你看看你的对手啊。啊，你跟我说你之前喜欢画图，因为有对手，所以我就来带你看看你的对手啊。他始终都没有休息哦，就连这个时候都在画画。志宏，你看，阿明在用最贫困的方式画画，你呢，有这么棒的工具，这么好的环境，还有最多人的支持。如果这样还输给他的话，不就逊掉了吗？我才不会输给他嘞！怎么了？老师，我好开心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一直以为老师不喜欢我，不会教我。你为什么这么想呢？因为我知道我爸爸做的事情，我知道去比赛的人应该不是我，而是谷阿明。老师，我知道我不是最好的，但是我会努力练习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画图。老师很高兴你有这份心。既然你知道这个机会得来不易，就要更加努力，不可以让大家失望，尤其是不能让谷阿明失望。你知不知道，在谷阿明心里，你是一个很可敬的对手。你要加油，不能让他看扁了啊！嗯。那你明天就可以把作品交给我了吗？可以。啊，我全部都会吹啊！是吹同好啊，你还吹同几呢？我同学在说隔壁啊。有啦。我留了一句，不过你也爱老阿爸说啦。阿明，阿爸做事时有理，我就慢慢仔就好嘞。乱讲，莫讲隔壁挨张做的事啊，查某啊，莫好按上欠，阿爸了哈有头路咧，做咧休会去赢着，赢着了哈，按咧转过，我是较大诶，是较爆着啊哈，较少按笑啊，不然袂天当困到，就要艰苦诶。示范示范。阿爸，今日做的是甜软甜嘛？该迄人答，迄有钱颜色的啦。我等阿爸啊，趁太钱赚了啊，涨油啦，啊！来，示范示范。老姑啊，嘿牛，哪个事啊？那上回人讲去高雄的事情，你想清楚吗？你还蛮想好啦。我遐结地有结天哦，大家就想要去，我特别留一位陪你。假使有结天，我人还讲。好好好，沈梦怡哈。沈梦怡哈。阿爸，你要去高雄做事哦？也还在考虑啦，因为改片的公司较高，
穿越较行，来当做咧有机会买去港中茶叶啦。我做去讲讲听听啦，应该唔会去啦。我实在唔盼天也着，我去甲借去暗夜的提防啦。来啦来啦，吃饭了啊！很准时哦。阿妹，好好嘅一礼拜日，你系马上来做马街呢？做毛街，等下你都伫咧，疼下来，唔会吧？阿妹，你爱去这里抽屉哦？哎呀，还唔伫镇里一下被社会重要啊。你看我插错都上岸过咧。哎呦，马健啦，阿姨请你帮忙，冇关系吧？没问题啊好。在体育方面，我是十项全能，整理草地也是我的强项，交给我吧。啊。阿妹，你都在老你做马街啊？老你当作试用你哦？唔止马街哦，阿妹嘿，老你考验期呢，像爱对暧昧的，先讲唔完，3秒钟，大个讲。林志宏，怎么星期天也来学校啊？我在练习啊，老师不是说要常常画图吗？而且我的对手没有休息，我也不能休息啊。志宏啊，你平常画画的东西多半以静态的为主，对不对？老师在想啊，如果你多去观察一些动态的事物，可能会对你很有帮助哦。把东西收一收，老师带你出去走一走。海年好，你睡。谢谢。婆妈真是的，当初和个天气暗热，还让你去镇里买个抽屉。没有关系啦，辛苦一下子，能得到你的关心，我觉得很值得。嘴巴那么甜，给你擦汗。全部整理好了。那你要不要去检查一下？唔是嘞，唱是成本有过关。等阿姨喊你看啦，那姨嘛爱无满意，再快嫌你过来整理哈。阿妹，哦，已经下出嘞。你这样的哦，你爱母3年都买个时间，当初在行忙事呢，来看哈。你看了，好，阿健，你现在爱去买东西哈。阿妹，对啦，爱去拿这东西，10分钟后出发哈。干嘛个东西呀？没有关系啊，少吃一顿不会怎么样啊。还是哦。马健，
西毋是钱，迄无，搁再讲，买很多的东西，你要用到那一年啊。男的有善人帮忙啊，平时你阿爸有唔会听书啊，我呀，搁较唔敢自摸你啊，当然我趁机会加埋一点咯。马健，我来帮你。不用啦，谢谢啊。只是这一车搬回去就吃力了。谢谢啊。没关系啦。马健，较惊啊啦！我喊爱海关的洗衫间参观呢，行。哦，来了。欢迎来试车啦！在工人农场等候车啦。马健，你要做马甲呀？行啊！来了啦。谢谢啊。谢夫，安度好。才聊聊你出来买点东西。你老马健真紧出来问，嘿么？下忙山啦，吉利好，喊啲疏运中。山嘞，老你讲，你也唔晓得。等到迄年，这家伊3年出来买东西，唔费忝无盘哦。你有乜嘅办法？伊无人老来听书。人啊，迄切较浅嘅，你就有个勇气反对主人老娘说长理，然呢，就冇勇气勇敢面对这家嘅感情，系吗？你讲乜解？唔是歹势讲咧，也看得出你懂中医郭老师啊。马健今天有来讲，郭老师佢也懂中医你哦。来看哦，你用啥就看他拍掉呀。你留慢慢买，我要走嘞。谢本，你还用真金分析冇？假使讲你真金分析嘅话，也冇法好讲。假使讲你吃到懂痛苦嘅话，做嘛该唔敢勇敢面对这家嘅感情？你爱的。机会唔会等你嘅，错过它就会变做遗憾嘅。真嘅喺逢天唔結是太監。这家伊3年出来买东西，唔费忝无盘咯。马健今天有来讲，郭老师佢也懂中医你哦。你爱的基本唔会等人嘅，错过它就会变做遗憾嘅。遗憾。小姐啊！唔知太好，这饭啊，这先多条无款当饮料。老师，你带我来这边做什么啊？我希望你能够来感受一下，人的表情其实是可以很多变化的。你看，像他们在忙碌啊，是不是每个人表情都不一样？所以你以后在画图的时候，尤其人的神情，不可以要这么呆板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好，你看，我们先来看这些水果哦。色彩是不是很丰富、很有层次？对。所以你要知道哦，我们在画画的时候，人物的表情不是单一的，色彩也不是单一的，所以你的作品就不能是单一的。如果你要你的作品注入更多的朝气，就要更有感情，还有更多层次，好不好？好。早餐，
妹妹切一份给你哦，因为你们爱你该赶你呢。你有发现？走错，都切好嘞，你们还是爱色咯。阿敏，阿姐，阿伯问你，你永远不有俩个啊？好告诉我点好来个啊？好教有恁告诉么？正经个嘛，我啲书还念到个，还有来一份好本阿爸。阿姐，你用的呢？昨晡日听到阿爸可能要去高雄，有些个担心。阿爸唔去讲，佢冇去咧。嘿啦，只系阿敏，假使阿爸，阿姐，拜年唔是去茶园，多无聊呢。错噶。东东冇去茶园，突然间东上爱去，阿姐唔陪我去好嘛？好啊，虽然茶园已经唔系俺条嘅，不过我能做得去帮手啊。安尼是睇恁个休息啊？张敬业冇来，错的就伤到暗斗啦。再放下去哦，唔知爱怎来次会变做乜个样的哦。阿爸诶。唔好去啦，阿爸当初啲嘅上事情，我哋唔好操记。你俩都错呀，冇啲爱冇吹解下，拢来将爱茶叶，爱唔甘愿啊，爱唔甘愿啊，俺用下去哦。俺唔知为嘛个世界上做得做来爱茶叶，假使俺去高雄做事啊，俺两位生意呢怎样办呢？阿姐，阿爸做嘛该按什么？唔好去啦，你让伊来，我有话要让伊讲。你啷个讲嘛个啊？阿咪，你着陪阿爸去高雄好冇？阿爸当上我总裁，假使你总数正经会分阿爸茶地，阿爸就会自家赚钱，当作就是现今嘅梦想。不过，阿爸还冇有按多钱。假使阿爸去高雄，佢做得赚太钱，我就当作得有自家嘅茶地啊。我冇爱啦，我冇爱阿爸，你讲爱啦，我冇爱啦。爸离开我着，不过你也无办法呀。我无爱啦，我已经无阿妹嘞，
也无想到伊阿爸都无出来，来无去啦。阿咪，你唔记得喊有阿姊？阿姊会一次陪你，陪到阿爸转来。阿咪，你头发好无？你去陪阿爸去高雄工作，陪伊分享一点去啊。袖子已经没了，这是最后的。谢谢啊。你还好吧？肚子有点饿。那我。妈咪，今晡日什么日哦？你做得转去嘞？阿妹，你欺负你闺女嘞，今后变出忙事，你后边要本你是一船饭长走啊。啊，好容易吃饭哦！哈，赶紧喊过去买哦。不用麻烦了，伯母，吃饭的事情好好解决，我自己处理就好了。哦，欧老师，我先走了。上来了，拜拜。阿妹，啊，你到底嘛个意思啊？嘛个意思，没人你讲了没？才考验去啊！哎呦，你料到阿妹哈，爱做你做虐残人的事情哦！哎呦，我的心眼无安排啦。不过，为到你的将来，我的手段要搁较强点。阿妹，你俩那还考验了，根本就会破坏。人家看你安样哦，那你还敢对俺，那还谈恋爱？哎，迄个，了解来自你哦。马姐，马姐，马姐。我在想，你会不会出来找我？没想到，真的跑出来了。你没被我妈吓到吧？胆子这么小，那要怎么追求你呢？你放心，除非是你放弃我，要不然我都会在，不会跑掉的。饿了吧？简直是饿扁了。我陪你去吃饭。也冇来发图，还去哪边哦？郭老师，你不要骑那么快啦！我已经骑得很慢了，你还怕？不是啦，是因为我很少坐单车啊。志峰，阿姊，原来你老郭老师出去嘞，要唔讲一声，还太假请你。没有啦，是我不好。他本来学校画画，我带他出来的，可是我没注意到时间。阿姊，郭老师带你去思宠，哎呀哈，董双要发图呢。你才去了这一趟市场，就这么有灵感啊？嗯。好啊，那快点回去画图吧。那我先回去了，阿姊，我先转去嘞。最后，拜拜。老师再见。你怎么办到的？好。他很开心，我很少看他这么开心呢。真的吗？我想多对他关心一点吧。你说的没错，他蛮缺乏关心的。他是一个很没有信心的小孩。谢谢你。谢谢我。那我们等一下去吃碗冰好了。看来我妈她真的把你给饿坏了。是啊，我快吃饱了，可是我还想要吃哎。不会吧？你已经吃那么多嘞。怕什么？我还想要吃冰啊。你还
了啦。哎，我可是话先说在前头哦。本小姐我呢是不会做菜的，所以以后你千万别省我爪啊，我做菜给你吃。已经想过要煮饭给我吃啊，那就表示你打算要嫁给我喽？你想得美嘞！是你自己说的啊。吃啊你！不会吧？哎，你看你看。哎，他们两个出来约会。哎，怎么该呢？找他们一起进来坐啊。哎呦，人家好不容易约个会，不要当电灯泡。走吧走吧走吧，好了。我还没有吃冰呢。万一他们也要吃冰，那怎么办啊？万一干死了。好。老板，2碗冰。好，马上来。谁胃口这么好？哎，坐。你很体贴。真的吗？可是还不够吧？或者为什么到现在才发现林志宏这么缺乏关心？你不会在意他爸爸是那么强势的人吧？其实说不会是谎话啦，可是我理智一直告诉我自己，他只是个小孩子，又不是他的错。谢谢你这么坦白告诉我，有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。我相信你可以把志宏教得很好。冰来了。李老师，李叔叔他不会影响我的教学态度，也不会影响我的交友态度，对不对？我并没有要放弃你，我也根本就不想放弃你。只是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接近你。对不起，我该走了。我家里还有点事，今天谢谢你请我吃冰。我并没有放弃你，其实我根本就不想放弃你。俺也无想放弃你，因为俺也真紧，当中意你。阿咪，先去厕所，等下把整累，我等去吃饭喽。给掉去啦。什么呀？阿爸，你整累嘞？阿明啊，样个喏，看起来按无精神呢，是唔是有无舒爽啊？怎么呀？听到很样个喏，是唔是想吵嘞？那有，阿爸吃饭喽。
好啦。煮到几十年的茶，呀哈，竟然无名到茶师，闻到奶土的香气啊，总会吃到怪怪的。阿爸，你懂什么种茶？臭么？当然了哈，只是，唔知好年好年，漳州得转来茶叶啦。阿爸，你懂想要去高雄，系么？因为改变工资高，唔存钱较急，有了钱，你去做点买天，做得重新种茶，错么？茶么？阿爸，假使你当想要去，咁就去啦。副卡，我要照顾阿明嘅。不过阿明，阿爸，我已经同阿明讲好了，我着拄太累，做得照顾自家。阿爸，你唔好担心我着啦，我着只要你欢喜，我着都会支持你啦。阿明啊，迄真紧的哦。阿明，阿明。阿爸，你唔好担心佢啦，佢就系安样，佢唔系冇去本你去，佢系唔盼得你。过2日佢就好嚟啦。茶妹啊，阿爸也唔盼得兄弟花。阿爸，你唔好担心我着啦，你去做事啦。我老阿明会乖乖地不卡等你转来啦，我着唔会陪你担心啦。茶妹，茶妹，什么样子是阿爸？什么？你正经话去，无时间做得啦。老婆啊，我拜托你的事情哦，要让我天数哦，我无财富卡，你要让我天数肯定来生意的哦。冇问题啊，我当然都会过来帮忙你看生意。我冇做得啦，我姑娘吼，了几年还谈做屋下无事情，我做得很期吼来你屋下坐呢。啊，不过先讲吼。我姑娘的脾气无好，万日啦，你还说你无乖，本佮大到你无乖我呢？唔会啦，生意都无乖哦，本来就会修理的。不过啊，下次无好按错哦。好嘞，你无喊啦，我俩无够唱的，老姑，要补充吗？来对啦，送命对哇？不是的啦。很好啊。好好好。是我阿爸，你真给我走！是我阿爸。阿爸。阿明，阿明。阿爸爸都你冇爱唱爱了，你
明仔咪就莫老阿爸讲哦。阿爸，你好强的会转来，我好强的会转来。阿明，我你不敢等伊，唔好我爱等你救我。